香港人第一次吃深圳的粥底火鍋，被價格震驚爆了。10蚊碟、13蚊碟、13蚊，呢啲全部都係5蚊碟喎。仲有好多種唔同生猛嘅海鮮咧，都係即刻撈上嚟嘅喎，輕輕鬆鬆咁實現海鮮自由啊！今日咧就帶大家解鎖一間喺深圳火鍋界嘅清流，因為佢哋大部分嘅餸咧都係由5蚊至13蚊起啊，5蚊至13蚊有冇咁平啊？上次我喺廣州咧都好似有一間咧都係差唔多呢個價錢咯，喺深圳都做到呢個價錢，所以咧今日帶大家即刻去睇下。到嚟咧就見到咧一大個檔咁樣啊，就好多嘢俾你揀，有啲係5蚊碟、10蚊碟、13蚊碟、20幾蚊碟啦。咁啊睇下攞到啲咩先。嗱，真係好似去街市買餸咁樣啊！呢啲全部都係5蚊碟喎，南瓜啦、野菜啦，哇呢啲5蚊碟啫喎，魷魚10蚊喎，哇呢啲螺片正喎，13蚊13蚊，哇呢啲象拔蚌仔啊13蚊，呢啲13蚊碟啊，抵食啊！魷魚28蚊碟，吹皮雞啊28，咁大碟呢個雞喎，海參鮑魚，螺絲蝦，一盤是多少錢啊？這個一盤68，買餸咁攞翻嚟。我想問一下，粥底是免費嗎？是的，我這邊一個花椒金湯。好，那我要一個金湯鍋底吧。好有心思啊！呢啲蝦米啊、火腿啊，哇！咁個湯就好似好正咁啦。喂，全部落晒落去，試一啖先。係一個濃濃嘅雞湯味，但係咧少咗海鮮咁啊。可能我頭先自己落嗰啲海鮮落去。太鮮啦！加10幾蚊，咁就加呢個啦。試下牛先，好新鮮啊！當天現切嘅啲牛係魷魚。超級爽嘅魷魚，象拔蚌仔，超級爽喎呢個鮑魚啦、海參、花膠先，吃得根本停不下來。講真，以一個20零蚊一碟，又有鮑魚，又有海參，又有花膠嚟講咧，真係超級 OK。咁睇下呢度啲雞得唔得啦？但係深圳先會食到嘅，喺香港食唔到嘅，就係講啲脆皮雞，即係咬落去咧，雜雜聲嘅。我推薦大家要叫呢個，呢個真係非常之爽，好爽口。呢個必點哇，好多蝦子啊真。再來2個。好嘢！超大的蝦，一口吃掉。香港咧打邊爐嘅時候咧，好少可有咁樣有螺片啊！但係我想話俾你聽，呢啲螺片咧都係必點嘅。呢啲螺片又係好好食，好爽口嘅。因為海鮮咧全部都好新鮮，連食雪糕都係免費嘅，整個香芋味嘅啦。深圳啲商家咧真係好犀利，吸引啲香港人咧上嚟食咧，又有新鮮嘅海鮮啊，又現切牛啊。深圳嘅商家實在太偏啦！今日咧我哋3個人嚟食咗370蚊，人均咧大概120幾蚊，你又覺得抵唔抵咧？歡迎話俾我聽，記得點讚關注我啊！